个可能他玩2次。一家之主爱情强，强不强？强不强？强不强？ 1、2、3。这个表演关系，他有他学问的。你跳出来过后就中的奖，够太嘞。你家有种菜吗？我应该不然摸走。哦 ，OK。他只会种草。他就靠。良品案受件。你们再不吃海苔就会扭腿了哦。好丑哦！我想讲他，我要讲啊。这不帮忙。这不帮忙。已经开始。调酒。呼叫盆，呼叫盆。酒。出外猫出。没两爱。我的爱心爱猫，他一定觉得我们两个吵什么吵？吵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數開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哇，抱歉，你們天時啊，好有來到兩個熟悉嘅。哎呦，非常熱嘅地方哦。哎呦，其實聽導演啊講，最近都竹北啊，導演已經變做這些竹北這些科技新貴的後花園了。哎呦，還有哦，聽講哦，今年嘅蔬菜哦，還有200年嘅歷史呢哦。冇錯，當下背後呀，導演其實規太片呢都會有嘅，人家講嘅林木祠堂，這邊呢就是在竹北地區非常有名嘅林木，也就會給它蘿蔔。那順後還有一些奶皮嘅這種木啊，就是他們舊的房子的遺址這樣。那兩下呢就變做，你剛才想說是科技新貴的後花園嘛？你看順後全部都會狗了。但是只有這一片是低下來，而且是一塊綠地。講真勁動吼，你看哦，科技新貴，然後地圖蓋古物文物，哎呦，咁係完全係你節目嘅更新、創新到傳承。哦，所以你懂會凹啦哈，就凹回來，我看你要講什麼。好啦，真嘅都要到比手，真嘅懂真的哦。因為如果太進來行業必須發，他們裡面有賣一些小農的東西，有含的發這類哦。還有像滿利通啊，台富體啊，全有啊，走那裡逛走，會看到很多歷史哦，就200年的歷史的東西了。冇錯，好，沙嗲好了呢，就分享到今日的評審欣賞。今天呢，東亞順後總算有我福利了。嘿，我今天不想錄了。好啊，來分享到我哋陳勝宇陳師傅分享。大家好。還有哦，范然哦，我嘅好兄弟戚玉鳳戚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啊，大家好。好，我看今日吼，我來具體來學菜係嘛嘅東西哦。等一下哦，打開來之前哦，因為吼戚師傅係今日提咗擺來吼，所以先我菜上一下。等一下我打開來，今日我做嘅係嘛嘅料理。好，我打開來咯。哦，哎呦，這個你知道係嘛嘅嗎？對，中文用到龍鬚菜啊。咩番薯係客家話是用到西蓉掛菜。哦，你有咩菠菜沒？沒啦。當我3歲哦。哎，你好，我講西煙呢，發現都鄉演關係啊，哈。那今日給我做乜嘅菜？係啊，還有料哦。雞泡菜吧。對，泡菜。你覺得呢？你感覺咧？所以今日有了西洋掛菜，然後泡菜，有了你係豬肉絲，對，該是係泡菜，鄉演掛絲，鄉演掛絲炒豬肉絲。他把所有的食材都供應了呀。然後這兩個就要哭了。對，沒有那爆香用的嘛，一般它都是爆香。所以今日我哋具體嘅料理是係泡菜肉絲。炒西蓉掛菜，這樣嘅泡菜肉絲炒一個鄉演關係。好，水煮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咯。提前呢，先來分享到我哋煮嘅是兩姊妹，是我們美英姐老美文姐分享。哇，親姐妹哦，真的是美系列的，美字輩的。係啊，還有哦，今日哦，我都有冷水哦，厲害咧哦，完全係我的人，你的人，我的人。嘿，之前我爸爸媽媽來嘅時間係喊媽安用講過哦，佢係張字輩哦，準備去談好咯。中上范然，蔡春用到仲容儀。等一下，為什麼張字輩就是你的人啊？陳字輩就我的啊？他不就我的人？哎，
层次被你的人哦。对啊，好，那你们两个等下慢，来先来讲一下，先来讲一下。今年哦厉害哦，不只是郑容仪，还都有张字辈宗族的夫口感音哦。他还是餐饮科的。哇，餐饮科专门走料理的哦。还有我还没讲完，今天的爆点太多了。什么？郑容仪挺厉害哦，我最厉害係個蔡春香。怎么样？哎，昨天哦，还有阿梅，最厉害的是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哪里？最厉害的是，他看上了张家的男人。怎么没有一点音效？好啦，今年吼非常欢喜啦，昨天范让到张家吼，因为有夫口吼最有名的是张六合宗祠啦，所以今年有继续动欢喜，欢迎到自己人，今年又醒醒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美字辈的美娜美文利用啥利用寂寞？玛莎黑姐姐。我係姐姐，你係姐姐，然後妹妹，哇！你用姊妹平常時一下，係咪向下煮菜嘛？過年過節噶哈？係會。是吼，好。咁平常時媽莎煮嘅，妹妹伺候姐姐煮嘅好什麼？姐姐煮嘅好食。好食。好，今日比賽有信心冇？有好，大家加油哦！好，等一下哦，馬上我來進行我哋嘅體育冠咯。木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利用隨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吹嘅小吹奏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那今年哦，那比賽哦。唐公哦，他们2個在家也練習很努力的，真嘅，動3萬練習了哦。有練習了。哎，你是海帶拳王哈？嘿，好，準備咯。不如就先來看他們2個廝殺。沒有問題，對，容易會尬機喎哈。OK。好。第一個你有告吧，知道吼？弟。好，加油哦！好來，準備。剪刀石頭布。一家之主愛最厲害，恐龍不恐？恐龍。你看，有跳街舞啊！跳 ，1 2 3， 有沒有？好，冇問題。有沒有這個可能？有沒有什麼？俺都有該錘哈，2錘哈。他一次玩，他玩2次。你要問製作人。佢搞2百做對嗎？因為今美他也姓張啊，做對啊，而且這長得很像啊。做對哈。那個觀眾分不出來啦，來。他每次都這樣逼製作人。唔怕啦，改變遊戲規則。來動好幾個。好 ，OK， 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來先哦。好。一家之主愛情強，強唔強？強不強？強唔強 ？1 2 3。太厲害了啦！哎，你們張家不得不承認說青出於藍呢，跟張家只有我這個老鼠屎。真的，等一下不要給他碰到菜哦。好啦，等一下馬莎先開始。俺先開始啊。你先開始。好 ，OK。等一下先準備一下哈。好，其實我這真的很軟，因為啊，我跟你說這個表演關係，它有它學問的。哎，慢慢講。要跳，你跳出來過後就種得長哎，露出來。這你們家種的嗎？不是，是那個嬸嬸家裡種的。哦，你看，金嫩的連那光看，這個光都這麼的嫩，有，光都很嫩呢。那這個姑說早要給我打走紅雨了，對不對？錯。你家有種菜嗎？我還冇種。哦 ，OK。他只會種草。他就靠。講怕一點哦，講怕一點哦。對，慢慢習慣，我跟你講，慢慢習慣，你來久了你就知道。哎，沒聽錯，你也會變成兄弟之一。你不要變得跟他一樣。哎呀，真的你懂了。好。算沒有，你那個大概夠吃2個人。不是，我跟你說，因為我就是要這個慢工出細活，而且呢，練到最後偷偷悠悠的厲害呢。黑廣秋，你最近要拔牙齒嘛？哎呦，沒錯的是。哦，走對，完全鼓動哪一個感受了？對。哎呦，好，唔夠時間冇啦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我聽出了。哎呦，優雅。哎呦，這個比例，很優雅，這個比例很明白的哦。很優雅。哎呦，你知道待會有幾個人要吃哈？你知道你是學弟嗎？哎，學姐剝得好棒哦。待會大家吃少一點。那你們先暫停一下，暫停1分鐘哈，休息一下哦。
好哎，酸甜牛肉是切片还是切嘛？先做得啦，切片没做得。我糖叶啊，因为改年你不下米头啊哎，。我跟你说，其实迄糖牙唔过佢要切的只有乱切而已。系啦，你控机又要调切出去，又那么个多切啦，骨头切啦。对他拿骨头系啊，切那个。系啊，来，浪宇，你想要讲人家素发生吗？事情？老去告诉，阿叔，南熟。你可以揪哎，揪手对没关系。阿叔，那俩记啊，啊，差不多啊。强拢无强拢无强咯，俩强啊，哎，按讲错了，按错。有人这样子跟阿叔讲话的吗？哦啊，哎呦，我们倚老卖老，哎，这个做唔得啦哈。哎，差不多。摸把皮啊！有啊，张师傅，这讲较太长的唔怕，因为佢正经欠高肉，欠高啊，哈。来到你都有讲哈。还有多少时间？我的速度再慢都没有刚刚学姐的速度慢。两粒蒜头，六年三条，你刚刚四只龙须菜我都没讲话，我是学姐，我弄太一慢了。直忘记对不对？对，我一直忘记。一直忘记。冰压穷球对的。 ，OK。 八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唱停手。停。我张家的耶。所以呢，好了好了。的，花了2分钟，只有切了2粒蒜头，谢谢。还切的不一样大小。来，请让宇讲评一下你叔叔的表现。到目假前，设那应该同学同学嘅，你让他讲。你讲什么？来，你讲。来讲过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压力重大。来 1、2、3。我们评审2位在这边。对啊，你有想过吗？对，所以拍的马屁是拍他们2个，拍错了。好，大家计时1分钟。 1分钟而已啊。 1分。開始，繼續咗。開始。強下吼，兩沙強下。媽咪旁邊冇人叫我 say 冇？挨系啊，係看唔出來。分團呢？團一下，團一下。海蒂比球烟台也帅的。比球烟台帅。哎呦，我知道他的派別了，什麼派別？他們算是同樣搞笑系的。哎呦，只是還沒發揮。還沒發揮。要慢慢。他已經慢慢被開啟。會發酵。哎呦，天氣熱。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 OK， 我們算是蠻會帶人的。嘿啊，對。學姐帶得好。哎呦，你也馬上叫學姐。哎呦，總得哦。現在是我最老，是不是？比阿妹看好。這個不吹奈來。啊，金走哎。嬸嬸哦。啊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。人體的。那你好高就比賽，出生比賽，那都挺怎麼樣？ 张伯谦，我在这里正式宣布，下一季开始我就有新的主持搭档。哇，你看起來個豆公啊！係啊，哎，厲害大片吼，全強龍的態勢呢。 真的後代冇本錢。所以我說啊，我就是切蒜頭時候嘞。 9、8、7、 6、5、4、3、2。你走對強下走啊！哎，對。好，繼續做。強下走，繼續做。強下走。繼續，強下走，開始哦。你兩三個聲應該幾多台嘞？我係4歲到1歲。哦。 哇！可是講真嘅，做媽媽吧是最辛苦的一條路。對，所以因為總得休息啊、休息真的沒有上下班時間哈。沒錯。對，真嘅。啊，細年還是有研究，還是細年有食得出一些嘛，對不對？係會。我覺得香港佢用3樣都會做出一方面去講誒。係啊。所以觀眾朋友很認真來看的話，你啊就要客家細妹人最講的素菜，勤儉持家，淑女優厚，要娶就是要娶客家女生。真的。我還沒嫁。但是他們2個已經被嫁掉了。被嫁掉什麼意思？被嫁掉。被娶走了。對，好，我問一下，等下吼，要給鋪菜要先炒吼，先比炒香。 你們選炒香嗎？結薑酥啊！唔會，我等下我會順條撈鋪菜會先炒，炒好當炒肉絲，然後旁邊就煸嗰種嘅絲種瓜菜。安心了，對，沒有錯，就這樣。錯嗎？該兩個你要不開就炒。
系琼下草，琼下草呀。系哦，不好啊是可以可以用哦。你管人家敢不卡要你做哦听听。好，OK，这样你不卡你有做就好诶。好，也差不多诶。好，错的部分差不多。两是穷豆啦，两是穷豆。对。因为我刚才有答应学姐要吃少一点。是好事。他乱讲，加油吗？他乱讲。OK。好。好的。我等去滚系吗？嘿嘿。好。小火10桶。讓云，做乜該不會選餐飲科？因為我們啲呢當初冇想到會讀埋，是想講做菜好。該有做最興趣嘛？嘿，有。應該係因為當年呐想到要來錄節目啦，應該係安用啦，因為張家的人都走得有預知未來，真的哦，超能力，打沙吼，摸恐龍嘅超能力。那你有辦法預知未來？你下一季還會繼續主持嗎？會不會換張尚宇啊？哎呦，入口那種。動作出來一下，動作出來，哎呀，未會煮菜，未會講話，哎呦，圈走啲呢哦，不過基利亞哦，高中剛畢業，對啊，哎呦，我都可以生出來了，哎呦，沒有啦，這句話是你自己接的哦，你自己夾的哦，沒有，好，趕快過去。好啦，等一下找你跑去咧，好，這個鋪吹哪來？阿金做誒，即刻做誒，即刻做誒，假粉啦，在誰幫你做誒？你係嬸嬸哦，嬸嬸哦，啊，你存在我嬸嬸的腦海裡。人體咧，而家講唔會人體啦，隨無人體啦，你有看過隨無人體，加煮，你下一次再講這種冷笑話，加煮。等一下，我會問讓宇來唱一你就下。要消音1分鐘。哎呦，這樣子不是觀眾有福了。對，絕對是。你一聽我表哥有小咪誒哦，有，好，嘿，因為我比較控制欲一點啊，哈，好，這個一定要表都有一點點，你知道哈，不是這個顏色。好，快啲，好，一冇問題啦吼。好，要再標哦，這樣還不夠哦。好，我要標加下。 OK， 好。去看一下吼，張家的好味道，來。好。不用加，哦，完全係容易會長出呢。哇，好帥哦。等一下吼，學狗嘅線上就告你吼，煮出來嘅時就安用冇？有。哇！哎呦，也要動作一下。很厲害耶！千條點下，阿青下。所以你係讀乜嘅？中餐啊，西餐？我啲學校全時有教。啊，專攻乜嘅？我下從事創意料理。創意料理。哦。我真的覺得你做的夾要給主持棒哎呦，你們換個位置吧。等一下，換了這個會毀掉哦。你確定？下一集的部分。哦。啊，你做過乜嘅創意料理？最難忘嘅乜嘅創意料理？我學校講起來最厲害，因為戚師傅哦，他的專長係創意料理。我啲學校就比賽，廚神比賽。我啲廚神，嘿，廚神比賽，我拿到提名量。張博謙，我在這裡正式宣布，下一季開始我就有新的主持搭檔。下一集。那我自己減少主持啦，3個主持啦，拜託。不用啊，你可以去幫忙攝影大哥啊。誰煩哦？對啊，對，誰幫部分？誰幫有強音？還有強音哦。對。好，快來，我們這邊快好。好，等一下總要狂嘢嚟吼。哇，你要偏好咯。怎麼樣？呀，豬牛有別動哦。一分鐘哦。有。不要吵太久，永遠掛司機。有好嗎？廣的部分有吃什麼？廣的部分，哎呦，你緊緊。動少呀，動少。金牌，他的手都還被切過。對。有啊。有哦。好食嗎？雞梅頭有嗎？盲挑梅啊。有啊，有加鹽嘛？有加一點點，有加什麼？香鹹。還會幹嘛的東西嗎？拿蝦嗎？呼叫粉呢？呼叫粉沒凍蟲糕啊？拿蝦。哦。哎呦，凍轉鹽的哦。這叫齒鹽。該了解係不愛食了。就出來了耶！我覺得你要把握一下。好。因為香應該是種的超長久。好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倒出嚟，睇三個鐘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隨住來吃吃看啊，來冇開咪試較好食咧。哇，好。
泡菜面是客家经典的，表演关系大家大部分都会拿出来用，只有省现炸的，看起来都会非常有诚意哦。今日阿先来吃吃看哪里风吹。好吃耶，都看有嫩哦。唔会甜咯。找妈妈吃豆牛哎。又梅啊，又梅应该那个不菜梅就出来。好，来吃吃看，你要吃耶。好，我是看哈下一集主持人做的。对。有条虾吗？该唔会。好，该还好该梅。美文姐吃了嘞。我感觉我的泡菜好吃，记得下咸点的嘞。还好夯一点。哎呦，有杀气慢慢出来哦。这不菜下又梅啊，可能变下多吧，俺们姜汤咸唔敢变汤多。我觉得很好吃。好，那时间呢，提前就先向陈师傅抢分分数。好，用慢口呢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七师傅抢分数。来，陈师傅先老太太公开，你给出的第一个分数就给红队，是给我吗？不是，是给菜。哦，好。他委婉的说你不是他的菜。对，我知道。好了，牛曼做憨好好嘞，那个差别多大？确实伊俩盘的香味又出来，可能真嘅喺泡菜香又辣，然后菜又嫩。第一开始就讲要当葱丝呀跟米头的部分啦吼。好 ，OK。我七师傅咁講咧，冇啱講嘅啦，從了嘛，我係上班係講，你講了係龍鬚菜好翠綠，啊了係色要下炒下球，長球的，我係上班係幾個泡菜要麼食下燒，因為你搭配個泡菜，然後龍鬚菜同下是都好是結合在一起嘅，我係上班係安用嘅，啊了味嘅泡菜味鹹淡嘛。不用偏都走得动。OK，这种让与该下就讲啊，它的比例是有抓过的。对，不过我觉得因为体馆呢是七家不卡嘅红米头，所以呢评审局七家有七家嘅中意，但是都有不卡嘅面些最重要嘅。嗰三下人呢嚟看一下，今日七師傅要帶來乜嘅4個料理嚟搞大家咧。種蒲素滷菜。好。今日呢，徐师傅呢，你会发现到，我们节目呢，见到 hip hop， 徐师傅的他个人的风格也不断在转变当中，越来越朴实了。朴实，哎呦，魔法呀！对，而且已经好几集魔法哎。哎呦，但起来安用哦，安用有给为给自家哈设定了一个新标准，什么？熊白哦，你就看到哈，5分钟创意料理。好，顾说你要开始了吗？我们先介绍食材，让菜名先講，好唔好？好，先菜苗，等等，我基本咧，還蠻技師。菜名的部分係嘛？我基本做菜係龍平安手卷，龍平安手卷，龍平安是台積家龍平安，是到了手卷台積家龍平安，全部，我嚟介紹另個。從那個龍平安的順序來小改好。龍係龍鬚菜，另個蘋果，安呢？平安冇啦，冇安呢係平安係魚鬆。應該係魚鬆咩魚鬆啊？魚鬆，吃起來係比較酥酥嘅，酥酥嘅哈。老海菜，壽司海苔，但這個要乜嘅壽司？你係壽司我加美乃滋摻芥末醬，我超愛，50克摻10克。我先好了，搶開始。好，因為只有5分鐘嘅時間，睇睇下有冇問題，大家把握時間問哦，我不能夠耽誤他的時間哦。今年係因為了賞時間，還這個技術不好，所以是用跑的。冇錯。平常心那款七師傅啊，都是用那個刀子水果刀。哎呦，用豆而且加兩匙嘞哈，哦，我還以為要擺盤呢。薄片。浪宇有您整科嗎？老師，說不定他接下來就是你老師哦。哎呦！哇！用吧。每一條哦都一樣粗細呢。厲害！你問嗎，浪宇？唔，師傅好強。這個不會。冇。切絲的部分，做乜金狼水的？它唔會變過。這樣唔會變色，對不對？從安用音。哇！魚鬆色。魚鬆。
鱼松，哦，哎，该有线糖果，有也有剩糖果。而家西洋瓜菜就代替高丽菜，或是木芽菜啊，系吗？嘿，哦。哎，七师傅的应用版上多，就得这样子 cross over 啊 cross over， 该是会从该日式料理的手卷嘿又标，嗯，芦笋嘿，哈贡，嘿，哦，哎呀，鲑鱼卵呢？鲑鱼卵没做的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加吗？今天没有带啦，根本没带。那我还要加鲍鱼、龙虾，还有太大。好，浪宇，你们也可以来做做看，没关系啊。浪宇给你一个机会。要不要？我做看了吗？来，挂火嘞！等一下哦，容易走暗豆吼，然后剪刀石头布输了。哪一张是西洋菜的果实 ？A 还 B？ 西洋瓜还是节瓜 ？B 吧，B 啊！哎，确定？人家把连张家的男人都选对了，这种题目会选错。好了，计时。哎，30秒左右吗？30秒，好吗？30秒。浪宇应该。等一下，浪宇，你的肉松会不会太少嘞？该硬送，上面下面都可以送。哦，你看容易就想法了哦，佢就係下杯、上杯、全酒。还有就会综合。25秒喽。時間差唔多會到了。你至少要做好一個哦。西裝掛火嘞，等一下哦，容易走暗豆吼，然後剪刀石頭布輸了。浪宇，你的美乃滋啊，还有美乃滋。好，我们这个看得出来哈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好，按钮就后先拿起来好不好？拿起来。拿起來。好，拿起來本姜條看一下哦。好來，好，按钮就後勢了，打了吃食看呐，那一組當做一些嚟到。是秘师给師姐的。对，而且它也甜最好食的兩個，因為大家應該現在夏天都吃不下白米飯吧？係啊，是兩凍好啊。兩個最好誒。哦。先出題目。好，來，買題目咧。哪一張是西洋菜的果實 ？A. 西洋菜瓜 ，B. 節瓜 ，A 還 B？ 猜拳。挺簡單啊。猜拳。西洋菜嘅果實嘛，西洋菜瓜。對。 B 節瓜。美文來，現在是比賽猜拳的。比賽。前進一點，來，不要扭扭捏捏。剪刀石頭布啊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你看啦，中價啦，中價好。西洋瓜係 B 啦，節瓜 A 係 B， 西洋瓜係節瓜 A 吧 B 吧 B 啊 B， 確定。 人家把连张家的男人都选对了，这种题目会选错。好，都在 double 係咪嘅 ？A。西洋瓜。哦。加咗乜嘅？跟咱睇下解釋下。嗰西洋瓜嘅菜有冇有按到西洋瓜嘅苗兒？是係西洋瓜嘅嗰個嫩筋嘅雜兒，因為佢上街西洋嘅藤蔓而出名嘅。好，那麼2盤嘛，對不對？哎呦，一三盤嘅。 哎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你是胖妹，那个张六合的宗族在看哦。我是谁？学姐。对，拿去。那学姐我帮你拿。不用，谢谢。可是3个不够分啊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先3个先吃这个啊。来，主持人，你拱点哈，拱点哈。哎，你跟你的搭档讲一下，对，快点。 你说你要吃公我选，辣，中港番茄摸那个 guts， 张家男人都不错哎，还不错了哈，好啦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分这3个了，摸盘发嘞，好，我们试过了，好啦，来，师傅来生。哦，你也添给师姐最好是2种 ，OK， 你加生好冇？亮係嘛？亮哦。你们再不吃海苔就会扭腿了哟。好丑哦！不是讲他，我要重新啊！
因为好吃哈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能不能讲？我们还是要尝一下。我等下下。大家偏暗一点哈，食了，吃出来，好，没办法，动好吃，更好吃，动好吃。然后生，师傅厉害。我觉得浪语最强的就是说，他用假个表情讲法，他不用多讲话，他表情很到位。好吃到吼，你喜欢做嘛个？One two three。OK， 好。该细蓉挂出来哈，该很软的部分，你看，借我示范一下哈。等一下，学姐，怎样？我一定听你的。该细蓉挂出来，不要碰到。圆该部分，该斜该部分，该地图该运送的，系竖该部分，所以动好学。不要讲。好，唔怕亚给我们私底下解决一下。他水晶行最近就喺最杯面關咯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款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水母已經關嘞。好。又有了快上嘞，係啊，都補橋，睇下要上到馬街這邊在地的農作物。哎呦，有上到馬街冇？最有名誒，還有嗎？其實哦，比這個更有名的是什麼？就是張六合宗祠。要馬街。張六合世系自備啊，所以容易走在看到吼，香係多啲，跟住溶。佢係溶係多啲，係爸爸係湯，真係有照順序的哦。隨身攜帶啊！講到富橋吼，當然張六合家族吼，又糖果啦，不過最有名的，真的還是要講一下農特產品嘅馬街。都帶地圖，係唔係？打開來，到時候張六合會嚇到我。好，打開來本睇個看，哎呦，真經係張六合呢。好啦，你係真係係呀嘅水壺，其實你都補橋呀到位哦，因為呢要配備某個呀嘅好嘅奶油，故所呢其實啲補橋農地地都叫做當水講太似家來種呀嘅東西，故所對呀到位呀生出來呀嘅水壺真嘅係又鬆又軟又加香哦。感覺點樣拿呀來做乜嘅料理咧？係啊，今日做嘅料理係水壺鹹鵝米粉湯。鹹啊，真係鹹鵝。哦，鹹呢。米粉湯，我用嚟做。加個魚啊，我哋先切絲，然後那小口剖一下。火鍋，切絲火鍋，然後呢？火鍋以後咧，還是白香個香菇，然後。就老一般炒米粉用嘅啦。差唔多，白香白好，還是一點調油，提個醬香醬氣出來以後，然後一點米酒好了以後是用個高湯或是自來水，然後讓它煮滾以來，煮滾撈一點米粉，然後鹹了全部落去。好 ，OK。兩擺吼，還有題目，做卡哦。係啊，今日嘅湯係乜嘅咧？啲兩杯，這題目鹹黏咯，看一下咧哦。我不應看到。他太長的位，這樣讓雨聽不到。好，因為魚新鮮魚要用翻鮮才會好食呢。A， 掛起來水水嘅 ；B， 掛起來粉質頭多。好，先來猜拳。馬上來進開。讓雨來。來。好，等一下。來遞題目啊。答案哦，因為猜。剪刀石頭布。哇 ！A 係 B。阿妹講 B。A 吧。B。我哋係張六合誒。B。我睇阿妹咧。我們也選 B。兩三 B 係啊。我倒帶答案係乜嘅咧？答案係 B。做乜嘅？因為掛起來粉質多，因為香甜就係好爽，好甜。哦。係，而家掛起來嘅水水啊，佢可能是煮起來好硬實，或是佢可能面變好掉。好，我讓你吼，優秀沒有？雖然我哋餐飲科。好啊，好，那就換回。還是要用90秒。好啦，謝
先去苏家的看一下咯。哎，安样係款行係水啊，又款又冇人水。愛看不出來，是哦，我試看哦。哎呦，這個交給專業的才能。你愛題目嘛找出來，你是。哎呦，葱油酱。哦。安永炸辣葱吗？哎，错。还是要再长一点点。按左的。好，看厉害。我現在來切一半，然後這樣來切。好切啦，好切。應該呢度係好偏。好介偏偏嘅都係。安要好切啦，要啊，哦，要學到咧嗬。有。咁厲害咧。可是加米粉也通好嘅，係冇？米粉要通好嘅咩？要冇？要啦，要通嘅。要通誒。通好咧，好。那我要。切香菇，切細嘛哈。切細。 OK， 好。而家對得看另外片啦哈。哎呦，你這都是夾咧呢，香菇咪切好咧，風菜頭咪切好咧啊。風菜頭，誒風菜頭切好咧啊。風菜頭。哦，風菜頭。哦，安樣切好，安樣。先做得啦。先做得。你多啊放過嘛？我切長盤哦。不能切太厚哈。太厚。哦，是看。用片刀好咧啦。片刀係嘛個？片刀那本機。這樣切片哦。按好切。危險啦！哦喲，這都係厲害呢啊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停！好，馬上停一個。我馬上放機啊！好，容易開始。很可能切中串的菜好多啊。中串菜好。你剛才做了什麼？做很多咁看，該切係愛切的。又讓我。該切半個風菜頭係愛切的，該風葱頭係愛切的，該香菇麵係愛切的。你意思老公講唔會卡到嘅，會開到偏見。哎呀，張家的人相信張家的人。52係啊，52切埋絲啊。邊種咧切好切，係。哦。媽媽咪係老師窮咯，又唔會教機哦。佢係阿婆。看不出來哈，後生阿婆，後生嘅阿婆，會不會太厚？我覺得粗一點會比較口感。他會切啊，他會切挑切細啊。試試看，跟對呀，跟調味水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看要粉粉嗎？看要粉粉？要水嗎？是。做得試看看。掛魚落去看一下。對，掛看啊。泡。試看啊。試看看。試看啊。都不會變樣誒。試看看。誒，安樣係款行係水啊，又款又水嘅。愛看不出來。試看看。哦，我試看哦。哎呦，這個交給專業的才能。你愛題目嘛找出來，你寫今天我寫了，因為製作單位出來吧。嘿，製作單位那不是寫。製作單位出來。哦，啱好兩音啦。哎呦。喺擺龍醫院講啊，切五群多是啲每款好說唔好其實。基本音該款啦。哦。基本音該款。係。多本音嘅款啊。音量款個湯好咩？老人家講的啦。學到了。好，來你看下個片。好，來看冇嘛問題啦。哎，總不是該豬牛，就是聽外用買部位的豬牛嗎？我啲擺嚟選嘅每條牛。每條牛。每條肉。每牛啊。不要梅花肉，就直接那個方向。好，沒關係，你切混下混點嘛。好，就緊張咧，緊張哦。誰師姐咪係姐姐常常西窗哦，指點妹妹哦。誒，最好會煮菜。我覺得這樣夠嘞。好，這樣切絲。轉過來。唔是樣，所以轉過來係按切。姐姐誰師姐對你哦，好行係唔好。好啊，會增加年啊。會增加。係啊，一定會增加啊。係啊，兄弟姐妹之間嘅啊，不過吼，主要嘅係讓家之後和動好。對，讓感情越好。係啊。那超然好係嗎？嗯。你得用廚師幫我，吼，記得用。哎，哪裡要用廚師幫我炒咖哈、乾米咖哈？係啊，買直接好好呢。調味的時候。風水聽。這個要分開來煸香哦，才會香。哇，民族地呢哈。對的，黑某不要豆味發，不要放另外一個。
好，我哋都看另外一篇。不用。好。小心。哦，點解破咧？破咧哦。長不用客氣吼。溫度蠻大款哦。該溫度做得吼。呀吧，該溫度肉哈。哎呦，你看哦，容易吼，很貼心，很細心哦。該汪汪來部分給買的哦。大嫂。唔怕，水妹擺盤。好吧。第三個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換第3棒咯，換姐姐哦。哦，你還會做乜嘅？係白香嘅。香香係啊。U。哦，風衝條線，長來香菇。好。好。所以你看下幾片咯。好。哇，安尼是錯啦。嗯。誒，你這個玻璃菜係切絲哦。係，一定要比白到。白到下腳。係啊。它有加油嗎？好，加一點油。哇，好了，也用米已經做出來，這樣對我就看安心。可是我想知道，等一下那句我會請師傅來幫我。啊，全部白用夠好嗎？我這些都好了。它有玻璃菜咯，幫菜挑啊。還忙對不對？我下一趟回來的時候，忙會不用米粉。等你，做得嗎？走的。OK 嘛哈。很久沒被女生說等你哈。好，你不要衝動啊！不要衝動啊！我等一下就回來。我會忍住。又被舔到。最終把火關掉之類的哦。好，我會忍住。不要加水哦。好。現在不要加。你看哦，體日罐哦，佢哋嘅豬肉咪係切片，兩罐哦，佢哋咪係切片。刀工很好。他們說他們家最愛吃豬肉，就是這樣吃的。好吃。好，可是你們不要忘記，你有廚師幫我90秒哦。還有90秒哦，完全蓋住了。沒關係，這個等一下。你做得用一下，馬來西亞做得用哈。好。你沒做得，唔是用沒做得。哎呦，師傅搶得棒棒咯。練下呀，好聽哦。呢個90秒哦，做得快快樂。向下講。來，秦師傅。準備。哎呦。秦師傅吼，體日白哦，體日白哦，做兩件哦。師傅幫忙。體日開始。好。我沈師傅，現在你表現牙廚藝的最好時候了。嘿，你講就加油，展現你的帥氣。調酒。胡椒粉。油。通外嗎？唔是。出外嗎？出。冇涼啊。我的愛心外嗎？水有冇水啊？基本上係灰燈嘅。唔是水哈。水有嗎？水啊！他一定覺得我們兩個吵什麼吵？有啊。平安都水哦，米粉湯。沒有，它會吸水。哦。我調味哦。8、7，重點調味重。7、3、6、時間到。好聽啊，師傅。好聽哈。那是鹽呢。傾過啊，每罐。無聲下飲下。你個廚藝有東西，我做得一路的係啊。唔是電擊棍哦，你要做啲病了。你個廚藝有。等下，你有下半幾條事啦。開玩笑。你係比賽呢？我比賽啊。好，去我們那邊了。好，來。等你。來。做了什麼事？做什麼事？做了，把料全部都下去了。水就幹嗎？他們幹。挑母有用的哦。你加味了，你加了什麼？那個胡椒粉、調油、鹽還有酒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等一下開始計時的時候，先第一個動作幫我試味道。夠囂張，叫下一拜託一下，阿彌陀佛安。試味道記得是29秒哈。好嘞。好，那你先說。先奇怪。主廚幫我。搶開始。好。試味道。揾嗎？哦。記得哦，我起9一點嘛哈。慢慢的亂拍，慢慢的，慢條斯理。你們聽，你不要講了，兩10秒咯，什麼？10秒夠了。不該講，加個。我係幹嘛嘅？啱啲嘅做乜嘅？不要加太多鹽哦，你們剛才在那裡加了4匙哦。調油。調油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等一下，加一下。
好 OK。好好好。啊，米粉要下。但是还没试到等下可以。全部用 L 去做得嘞，系吗？哎，好，走对了哦。走对了哦，你的脸色。两种东西用 M 吗？还有不可能 A。拉一下。手机吼，相信搞改时间营业很重要。猪滚 M 米粉，然后 A。对。然后用 A。含了sen呢？你不要这样搅，乱搅那个会软掉。牵一来，牵一来。对，可以了，牵一来。好，这样我放心了。啊，对对，我要先去看一下，好，害他们一下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哎呦，哦，摆盘现在在用该米粉，该料用笋条。我唔差講你咁再講咧，是煮過米粉，但是唔是愛人煮過。哦，唔過你冇下煮米粉嘅時節是炒米粉。係啊，煮湯啊，煮湯啊，係啊，唔是就糊啦，因為我本係已經唔好食糊。哦，可是在补 Q 呢。對啊，那年輕人唔食糊呢。哦，讓雨。这样你知道了哈，要创意料理时候去变化一下，让你妈吃到好吃。妈是啊，拍这边，从头上嘞，从头上。期待家媽媽出現舞台。好，從哪裡走出來？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大家來吃看下，那家長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哇！兩家都有貼片落去擺盤哦，很用心哦。好，誰來吃看下我要捧出一口？我覺得很可以，很可以，非常好吃。真的是家嘅有冇做到家嘅客家人的精髓，就是胡椒粉要有辣，真嘅係有辣咪。春香姐覺得怎麼呢？很有味道，胡椒粉夠味。跟煮湯圓一樣，胡椒粉一定要夠。對，冇辣是冇梅啊。好，來吃看下南翠嘅鋪盤，來大家請享用哦。其實哦，講真緊哦，你睇該兩族哈，該實力哈，全走在那以外面買的哦。真嘅係懂。那個實力真的很像外面賣專業的哦。美瑩覺得呢？中我選，有你母音，有你面。好，等下最難嘅時間來了，大家評審欣賞，因為這個真的是最難評哦。好，等下時間先搶陳師傅搶分數。金師傅搶分數。哇！中價！哎，怎麼個咧？公平係。兩片都當好食啦，然後裡頭菜點點是嚟講，個色啦吼滿醬，偏向的個手法嘛都有到定位。好，七師傅，哦，我上班撈陳師傅冇可能，因為我感覺裡的梅頭是它幾個湯的味道有冇只有單一的味道，啊裡片的幾個滷兒、香菇、豬油、蒜頭，它都會綜合到該的痛地步的。係，我上班時間兩片都做得好。沒關係，兩片其實都當好食。啊，唔講你今日比賽結果，就南翠得到3分，鳳翠得到1分。不錯，幾滿意咧？獎金的部分。家財金本中價咯！恭喜恭喜！好，容易吼，來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動。好，唔過誒，你鳳翠咪得到一非常好嘅遊戲，狂天珍珠嘅小配波。哎呦，恭喜，炒先很燙，恭喜！其實有今日當歡喜啦，我啱啱投資有之前，我啱啱喺唔知哦，嗰個內邊哦係莊家嘅人，今日哦當歡喜做啲飯上度吼柴春香啊，撈壯儀啊來啊，你兩隻就買先得做啲撈大家講一下麼？其實擺參加安嘅節目當緊張，如果按好就你有機會同我哋相親啊，來參加嚟當好，很棒。好，來睇下美文姐要擺參加嘅心得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當緊張。係啊，想講冚唪唥有機會喺做一個咧參加，我會表現到嚇好啲。今日雖然講兩位有一些掙扎，不過說起來呢，兩部卡米西都會全部當好食嘅。係啊，所以哦，假使吼，你對煮菜哦非常有信心，你對哦煮菜非常有興趣。假使你係祖孫，假使你係親姐妹，假使你係講好了，外本明珠節講出來，你做對來報名參加。假使有推理總把劇嘅畢業，話咩做對來挑戰咯。好啦，你
下次做下一排再見。